我同我男朋友拍拖之前，我已經同佢講咗我有負緊債50萬。Hi，我係 Carrie。我記得咧，我上年單身嘅時候，負緊50幾萬債嘅我，其實咧係覺得好羞恥嘅。但係咧，我開始每一段感情之前咧，其實我都唔想呃對方我自己嗰個財政狀況。所以咧，我上年同我男朋友未開始之前咧，我就已經同佢講咗我嘅財政狀況啦。我唔想因為覺得自己羞恥、自己怕醜而唔同佢講我嘅事實，只係俾佢睇到我最好嘅一面。我要佢同我拍拖之前就見到唔完美嘅自己，因為我知道我想同一個可以接受到唔完美嘅自己嘅男仔一齊。因為只要佢接受到我嘅唔完美，我先會決定同佢一齊。因為呢一筆帳其實會跟住我一段時間。我覺得我哋每一個另一半都需要知道我哋另一半其實身上係有乜嘢負擔，有啲乜嘢唔完美嘅地方。不過老實講，其實佢一聽到我負債咁多錢，其實佢好震驚，亦都好討厭呢一件事情。佢唔明白點解我會爭咁多錢。但係真正想同你一齊嘅人，佢唔會停留喺唔中意呢一個階段，佢會嘗試去理解究竟後面發生咗啲咩事呢？而去到最後，佢係接受咗、明白咗，而家去到甚至支持我。如果負緊債嘅你單身，唔需要為咗自己唔完美嘅一面感覺到自慚愧，因為如果真正中意你嘅人，佢會完全去接受你，因為冇人係完美嘅，而所有嘅挫折都係人生嘅課題，令到我哋將來變得更加好。